80年嚟，文字一路引領我哋邁步向前，所以我哋繼續同書法大師華哥合作，創作我哋嘅福字。適逢慶祝國泰同心飛躍80年，今個農曆新年，我哋送上真摯嘅祝福，祝大家福氣滿載。大家好啊，各位，我叫華哥。嗱，福字嘅話咧，有邊樣組成嘅咧？禮呢邊即係有文化、有修養、有學識。禮嘅話咧，一口即係齊齊全全，幾代同堂，安安樂樂。形嘅話咧，個墊底嘅話咧，就田地豐厚，兩餐個個都穩陣，即係使人感覺嘅話咧，就好安樂，好有福氣啦。對於華哥師傅嚟講，筆墨之間就係福；而對於我哋國泰嚟講，能夠有華哥師傅嘅參與，更加係無上嘅福氣。因為佢嘅書法唔單止係文字，更加係佢深厚閱歷嘅沉澱。我哋亦都好自豪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份福氣。咁啊，嚟緊新年嘅話咧，就係祝願大家身體健康、福壽康寧、馬到功成。